圣诗第一首，279首。19首，来。请咱准备先上甲来敬拜主。大家平安。明仔咱就要做礼拜，请大家把手机关起来。
选调。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帝，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咱即马来唱圣诗279首，279首，恳求上帝怜悯，来学乐咱的上帝。请起来，吟全首。请坐。咱当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拣选我做你的囝儿，这是何等的福气！阮爱珍惜，但是阮有时却常常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无敬畏伊，无遵守伊的教示，愿恳求上帝原谅我所做一切，赦免阮的无智慧，做毋对的代志，互上帝生气的一切，求主赦免原谅。我要永远感谢你，尽阮的本分，尽心为主做工。本主日是常年事工纪念日，常年事工有真侪需要，大位兄姐会关心、代祷、甲奉献。这时，我要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国、权、严光，拢是你所有，代无尽。阿门。上帝，愿光宣告全世界，作为
咱即马来启用，启用第20篇，也是诗篇90篇。一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正山也袂上糟，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一声，你永远远远是上帝。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着回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早日，亲像阿明的一天。一声，你用大水把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亲像早早起时不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暗时凋谢打去。阮因为你的生气消灭，因为你的大受气行行，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比你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生气的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阮的岁数不过是70岁，若勇行通到8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1万年久就过去。啥人感受会到你生气的威力？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呢？求你引领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遐济艰苦灾难，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你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一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亨通。即马咱来看咱的圣经，来领受上帝的话。伫箴言第16章31节，箴言16章31节，我用白话字先读吼。白头毛是荣耀的花冠，实行公义才会得到，实行公义才会得到。我搁读一遍吼，白头毛是荣耀的花冠，毋是花冠，实行公义才会得到啊！华语吼，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行在公义道上的必能得着。我搁读一遍：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行在公义道上的必能得着。好，咱即马要请双联团契，甲咱唱诗歌，请站起来。
我心中有一首歌，真想要唱予你听。我的内面有幸福，搁有甘甜的滋味。我想要送予你，陪伴你一世人，祝福你无烦恼，美丽的梦相随。我心中这首歌有咱青春的记忆，希望你永远健康，希望你快乐。你的心毋免惊吓，做疼保护安慰，放落你的重担，救主怜悯，相思永无煞。感谢上联团契，我拢点点仔听咧，足好听，上帝一定嘛足欢喜。因真认真哦，希望大家嘛拢通啊来参加上联团契。咱即幕请牧师甲咱讲道，请林牧师甲咱讲道。牧师讲道啊。等一下这边。
咱今仔都是上人的时间纪念主日，所以咱的上人堂客所有的同工咱的客友安尼参与伫咧咱今仔日礼拜的侍奉。咱嘛会通看见吼，咱的这长辈宝刀未老吼，包括咱今仔的师会吼，咧念华语的时阵吼，迄是叫做字正腔圆吼，迄落虽然讲吼，平常时可能讲台语拢 OK 啦，但是开始徛伫咧台仔顶的时阵，要念台语吼，说小可安尼哦，伊无惯势，但是迄个伊原底本底就拢伫咧操作的吼，伫咧好好咧教，拢悠然宝刀未老吼。咱若认真讲，伫咧献诗，咱的上人堂客献诗吼，声音吼。认真讲是非常的洪声，吼，真洪亮吼。迄落，互咱安尼会通甲因同齐来伫遐来敬拜上帝。透过因所带的诗歌，头拄咧唱的诗歌内面，第2条的诗歌内面嘛讲到吼，这条歌开始的时阵，咱亲像所看到的，咱亲像是。安尼感觉，互人感觉讲，安尼秋风扫落叶吼，咱像看到咱有真咱像真悲哀。但是伫咧后壁面的时阵，这条诗歌作者，郑明堂老师的歌嘛，哦，伊伫咧后壁遐又，互咱搁一摆重新来看见，就是咱虽然伫咧咱的人生内面看见咱有真侪遮的风波咱有拄着真侪灾的艰难，但是伫迄个所在有真清楚甲咱讲起，咱若叫做心毋免惊，上重要是咱应该注目看咱的主，互咱会通安尼，因为咱军队主，咱知影咱主是咱的倚靠，所以咱无伫迄中间有任何的惊吓轮呢，所以透过这条诗歌。搁一摆帮助咱会通搁一摆来自信看耶稣，无过安尼将咱的重担一直放伫咧咱的肩胛头，伊伫咧遐真清楚甲咱讲，着放下你的重担放落你的重担，军队主会稳定满满，救主伊的怜悯赏赐着永无煞，愿主会伊的圣伊的神时常甲咱相支持，互咱。安尼会通伫圣神的引带下面，咱会晓时常来自信看伊，也得到对圣神来的帮助倚靠。咱只是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搁一摆透过阮逐礼拜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要意爱伫透过来到伫主你的面前，要来领受主你丰盛稳定。也，互阮会晓搁一摆重新自信来看你，互阮伫咧面对着阮人生中侪遮的挫折、安尼遮艰难的时阵，阮无只有安尼停留伫咧即个困境的即个中间，乃是阮会晓搁一摆重新来找找迄个阮的帮助的来源，阮的快乐的来源，也就是助力。愿你的神时常来引带带领，互阮特别是阮今仔日是上人时间纪念主日的时，阮会晓伫搁一摆来回想伫阮过去的年日内面，阮虽然有经过侪的风波，但是主你悠然带领阮，引带阮来经历遮的艰难、遮的风波，无互阮拄着困境，互阮伫咧即个困境内面会通较赢伊。愿你的神继续引带保守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阮会晓搁较厚自信看你，主神来军队你，互阮过来的日子，若会通伫阮的生活中牵调伫主，搁较会晓伫将阮过去的即个人生的遮个历练，会通成做阮侪遮个少年人的帮助，
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仔日的礼拜，我相信咱会感觉讲，今仔日咱像坐了较松吼，因为咱有咱的主日学的部分吼，带着小朋友，甲着几位老师，甲着一寡家长去到伫即个万里的圣经的园区伫遐来野外礼拜吼，伫遐安尼来亲近大自然所以互咱安尼伫两个所在吼，拢同齐咱伫遐同心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万里即个圣经园区吼，是咱伫咧原地本地伫咧应该是2年前吼，还是3年前，拄好伫咧疫情，咱拄好准备要去吼，拢规划好啊，结果无拍算，因为疫情的关系，抵到咱就取消。即个园区是即个挂菜奖吼，芥菜总会因所办理规划的一个特别的园区吼。内面有真侪即个咱讲模仿伫咧主耶稣时代的一寡建筑，亲像伫咧即个过去伫咧摩西因带以色列百姓去到伫咧即个旷野的时阵的即个会幕因伫咧所在嘛有安尼做迄个会幕的迄个形，互人了解讲伫咧圣经内面咧讲的会幕到底生做啥物款吼迄个会幕内面，佫有迄个至圣所，加着即个圣所以及即个祭坛的所在，迄个距离大约差不多伫咧啥物款的情形，嘛有亲像伫咧第1世纪迄个第1世纪的时期的时阵，主耶稣去到伫会堂咧教示遮个百姓迄个会堂到底生做啥物款吼，以及一寡迄个以色列人因的生活的迄个样貌，嘛有即个仿耶稣伊伫咧迄个第1世纪受埋葬的时阵，迄个梦大约生做啥物款吼，嘛有讲起着因内底嘛有侪侪遮圣经内面去讲到的遮个植物，包括咱伫咧即个旷野内面，也是讲主耶稣的时阵嘛有用到的迄个叫做牛膝草、牛膝草，这生了有较少一点嘛吼。你若是真正去以色列的时阵，迄是真旺的吼。迄落，但是咱拢一直毋知讲啥物叫做牛膝草，伫咧即个圣经园区内面，咱就用看会到。我翕的即张相片，这是3年前翕的吼。即摆应该会搁较大、搁较旺吼。包括啥物叫做挂菜种，吼，即咱台湾咱咧食挂菜对无？挂菜拢一模仔囝吼，这是真正叫做树吼。因为这个细丛即摆应该搁较大丛吼。照圣经讲，即个树是会用叶鸟的吼，所以咱的遮个主日学生因有即个机会，遮个主日老师带着因去到伫迄个所在，会通安尼伫遐，因所听见的遮个圣经的故事因当场伫遐看会到，安尼会用帮助因伫咧以后搁过来当主日老师来因讲起着一寡遮个圣经的故事，也是讲遮个记事的时阵，互因会通搁较加深印象。当然，期待咱嘛有一天吼。咱会通安排，咱也会通前往，搁一摆来去到伊个所在来野外礼拜，伫遐来参观，互咱会通安尼伫国外，咱咧读圣经的时阵，会通搁较有感吼。迄个画面会用较直接吼。当然上好的就是咱会用实际去到伫以色列，经过去参观，去看到人因伫迄个所在一寡遮个考古学家。安尼，因伫遐安尼挖出侪遮个伫咧迄个时代的一寡遮个迄个古迹吼，像即丛这就正讲伫咧以色列的迄个即丛就是迄个叫做啥物树去，我煞想袂起你名去。就是咱咧讲的迄个荆棘树啦，迄个叫做皂荚木，吼，皂荚木即丛较细丛吼。
我进前我有搁翕另外一张，搁较大张。伫咧，咱若伫咧旧约的时阵，伫咧迄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到伫旷野，后来上帝爱伊做即个会幕，做即个咱讲迄个约柜，约柜就是用皂荚木做的。我毋知影讲，恁伫咧读圣经的时阵，恁会去想讲，是安那会要用皂荚木无？因为伫咧旷野无其他的树啊，就敢剩这尔。这皂荚木，伊本身是足侪刺的。你若规丛吼，迄规丛面顶拢总是刺，所以会通知影讲，迄是一个真干旱的一个所在。所以以色列人因伫迄个所在，因会用的物件，伫迄个中间伫遐来敬拜上帝。咱期待咱会通安尼透过咱伫咧读圣经的时阵，如果咱有迄种机会，不管是去到伫圣经园区，还是去到伫以色列，会通包括亲像牧师去到伫即个去年去到伫土耳其，去经过了后来即马过来重新来看保罗，伊伫遐咧传伫遐咧宣教的迄个脚程的时阵，会通搁较有迄种的迄个临场感这是期待咱会通安尼透过咱伫咧读圣经的时阵会通安尼，互咱安尼伫圣神的引带甲安尼感动下面，互咱会通安尼伫读上帝话语的时阵，会通搁较安尼有迄个感受也会通感染咱今仔日咱伫主的面前，咱对伊所有一切敬拜。愿主感染咱今仔日伫咧两个所在，不管是伫咧万里，还是咱伫咧南阳即个所在的敬拜，拢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染。咱今仔日是即个上年的即个时间纪念主日咱要用到即个箴言第16章31节来探讨一个充满，会通讲是充满了即个快乐以及嘛真有即个深的意思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得到荣耀的即个冕旒也是讲咱伫咧咱台语现代台语译本讲得到荣耀的花冠。伊毋若是即个所在，即个经文提醒咱，即个白塔门伊伫遐象征着一个荣耀的即个花冠，伊毋若是迄个咱讲岁月的迄个痕迹，搁较是迄个智慧，甲着经验，以及迄个稳定的迄款安尼的见证。搁迄个安尼，即个白塔门伫咧圣经内面，伊所代表是啥物呢？伊毋是只有干那安尼指着迄个年老，伊搁较是咧代表着迄个伊是行过迄个信心的迄个旅程，伊经历着侪即个人生的风波、风雨了，伊对上帝的迄个领受了迄个宝贵的迄个智慧甲经验。安尼，这个经验毋若是干那为着咱家己。乃是要搁较要为着要传承予下一代，来帮助即个下一代会通，互因悠然继续来行伫咧即个上帝公义的即个道路的顶面。所以既然是安尼，咱迄个就毋通安尼空只有干那有白塔门，咱搁较需要去安尼拥有迄个。搁较要紧的是，迄个白塔门所带来的，就是迄个应该有迄个得到迄个智慧，会通来传承予咱的下一代。所以咱安尼要来想的是，安尼咱要怎样来去得到即个智慧甲经验？伫咧箴言内面强调迄个智慧是咱一生内面真宝贵的迄个资产的一部分。佮即个智慧的开始是。对迄个敬畏耶和华开始，所以箴言第9章第10节内面安尼讲啦，伊讲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位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耶和华伊所代表的就是讲，
咱承认上主，咱的上帝伊的迄个主权，咱愿意顺服伫咧即个圣神的迄个引带。咱虽然讲咱是基督徒，但是咱有真正真实敬畏咱的主，咱的上帝也无。真侪咱伫咧生活的过程内面，咱拢知影讲爱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咱真正有真实来敬畏咱的上主啊无？啊是咱较济是较济去敬畏人，因为咱用世俗的眼光伫遐咧看的时阵，咱干那伫遐较在意的是人的眼光。但是咱有当时咱煞失去迄个上帝，伊到底怎样咧看？伊安怎看咱？伊安怎看即件代志？所以智慧毋是安尼讲。一暝中间就会通得到的，伊是伫咧咱的迄个生活的迄个经历的中间，伫咧做咱所拄着遮个挫折，甲着做遮个试炼、试探的即个过程内面，伫遐来学习，伫遐来成长的迄个结果。当咱愿意伫咧即个困难的中间，伫咧艰难的中间，咱来欢喜来伫遐来倚靠咱主、咱的上帝的时阵，咱就对迄个失败中间来得到学习。咱的智慧就伫咧中间来渐渐来增加成长，因为如果咱的人生若是一帆风顺，咱袂要去超找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咱会搁较高倚靠咱家己的才调，所以咱只有敢若伫咧拄着挫折的时阵，拄着艰难的时阵，咱搁一摆重新来超找咱的主、咱的上帝的时阵，咱伫咧中间会通来得到对上帝来的智慧，迄个甲着迄个经验。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咱的圣经内面有侪遮个信仰的遮个咱的真人，因怎样来见证迄个智慧，甲着遮个经验，怎样来带领伊？亲像摩西，伊伫咧旷野安尼40年，安尼伊互上帝呼召去带领着安尼以色列百姓。伊伫咧40岁的时阵，安尼咱讲真请赢，真风光，结果去到伫旷野伫遐来安尼养饲因丈人的羊。伊伫咧旷野40年，当伊到80岁的时阵，上帝才呼召伊出来，佮呼召伊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佮一摆重新带领以色列百姓，佮转来到伫旷野40年。伊总共安尼102岁的人生内面，伊伫遐经验，伊原底本底伊倚靠伊家己，后来伊伫迄个中间，伊伫咧40年久，伫咧旷野伫遐来经验上帝。了后，伊搁过来，剩后壁40年，伊伫遐来倚靠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约瑟伊互即个兄弟来出卖的时阵，伊伫咧即个监牢内面侪年，后来成做埃及的宰相。伊伫迄中间，伊有缘无伫咧中间来伫遐来安尼，咱讲埋怨上帝。上帝原底本底互伊的迄个意向是。伊的老爸、伊的老母，甲着伊的兄弟要来敬拜伊，哪会知？结果大仙是爱互掠去做奴隶，后来佫受关伫咧监牢内面。上帝透过遮个遮个艰难，互伊佫伫咧中间来得到智慧。伊落尾手，伊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解法老的梦，来成做埃及的宰相。大品嘛共款。伊伫咧经过着即个安尼即个撒母耳的即个高抹，讲伊以后要成做以色列的王。伊无伫咧中间讲我要做王，伊伫迄个中间伫遐嚣摆，伫遐骄傲自大。伊确实伫遐来谦卑，伫迄个中间来落尾手，伊甚至伫遐来刀劈闪避。所罗王对伊的迄个追杀，伊伫遐无伫遐来安尼抢夺即个王位，伊只有甲伫遐讲，因为所罗王有缘是上帝所高抹，伊无伫迄中间来安尼加害
上帝所高抹的王。罗马手伊建立一个全盛时期的即个大笔王朝。但以理嘛是共款，伊伫咧面对着安尼受掠去到伫巴比伦的时阵，伊只有干那安尼讲，安尼自行看上帝。伊伫咧中间，伊虽然安尼王对伊安尼迄款的恐吓，讲恁若无要拜金像。我就要甲恁等咧即个会里，伊悠然坚定家己的信仰。罗马手伊伫咧中间来高举上帝的名，罗马手甚至王伫遐来宣告，通告互所有的这巴比伦的所有的百姓，互因知影讲，但以理所信的上帝是迄个唯一独一的真神上帝，互上帝的名伫遐得到高举，得到荣光。同款。耶稣嘛是共款，伊伫咧中间，伊伫遐谦卑弃权，来互天父伫遐来掌权。伊伫遐专心遵行天父的旨意，就伫遐因为伊的顺服，就互万民照着伊来安尼得到救，也领受主迄个丰盛的国话的迄个使命。所以咱就通知影。咱要怎样去得到即个智慧甲经验？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安尼需要牵调伫咱的主，互咱安尼谦卑来顺服伫主，伊伫咱生命内面的迄个引带，咱就要得到对上帝来天顶的迄个智慧。佮安尼，咱要怎样伫咱的日常的生活内面来去？找求这个智慧，我想咱第一个，咱真要紧的，就是咱需要透过着祈祷来找求上帝的引带。伫咧《古书》第1章第5节讲安怎？伊讲恁伫恁中间，老人欠缺智慧，就对上帝祈祷，伊会赐福互恁，因为上帝会真慷慨，无保留赐福互拢总的人。伫即个所在，伊清楚甲咱讲起着，咱应该安怎求，佮咱需要求的是甚物货？智慧是咱需要去求的。咱伫咧咱的生活内面，咱其他的这物，毋是咱所需要去求的，因为上帝伊拢知影咱所有一切欠缺，伊会补满咱所有一切这欠缺。咱所需要的是只有得到。对上帝来的智慧，安尼就当智慧来到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安尼就咱所行所做，就袂安尼袂讲安尼袂去得到，因为咱有对上帝来的智慧，知影咱应该安怎去做每一项咱所拄着的代志，要安怎去处理。第二，咱需要的就是咱需要透过着读圣经去默想上帝的话。我毋知影咱安尼到底，咱逐日咱有伫遐咧读圣经啊无？不管咱是用着牧师每日的即个晨读，是咱有家己的圣经的读经的进度，咱需要时常有上帝话语伫咱的心内。透过咱伫遐领受上帝话，不管咱一天内面是用着几十个经文，是1章、2章、3章，甚至规卷，咱安尼伫迄个中间，不管是伫遐来读，是透过抄写，咱的不管是咱的郑传兄，也是阿福哥，因安尼不断伫遐抄写圣经。因伫咧抄写圣经的过程内面，有当时牧师若讲到倒一节的圣经，因就法度知影讲牧师讲的是出伫咧倒一节，我讲牧师你讲毋对，所以咱透过即个读圣经，后来咱会通去默想上帝话，迄个上帝话因为深刻刻掉伫咱脑海内面的时阵，咱伫咧面对着咱人生的所有的波浪的时阵，上帝话就要成做咱的帮助。如果咱若无读圣经，上帝话无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拄着任何艰难，上帝话要怎样成做咱的帮助？所以
诗篇第119篇150，伊安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照着咱每一天的读圣经，咱会通安尼得到对上帝来迄个伊的智慧，上帝的话，迄个智慧的话的迄款安尼引带，互咱伫咧安尼默想上帝的话内面，会通互咱增加咱伫咧即个世间。咱所不管是咱伫咧顺境，伫咧逆境，咱拢会通真做咱会快乐甲帮助。亲像讲上简单，有当时咱亲像咱即马咱最近咱教会咱拢开始有咧每一礼拜，伫咧咱的即个报告了后，咱拢会伫遐来报告讲，咱要去关心咱的会友，几个会友。有的兄弟会讲牧师要安怎祈祷？其实连祈祷书上帝拢已经备办互咱啊。诗篇就是咱上好的祈祷文。如果咱若甲诗篇拢甲抄写一遍，你搁过来，你的祈祷会比一寡遮长老祈祷搁较水，因为迄个内面。大卫伊透过伊来上帝伫遐来懊恼，甚至伫遐来哀哭，伫遐来啼哭，伫遐来哀求，拢伫咧内面啊！你的祈祷书伫咧中间，你会用照着遮祈祷书，成做你的祈祷，敢毋是？你伫咧遮祈祷文，咱透过咱读圣经，透过抄写，就会通互上帝话深深刻伫咱的内面，伊就要成做咱的快乐。像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过来，咱搁较要紧的是，咱透过咱偷祈祷、读圣经了，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需要学习谦卑来接受主的话，接受主的教导。今仔日咱安尼有的人安尼伫咧信主，有的人是出世就正伫咧即个基督教的家庭，伊一世人。安尼嘛，甚至圣经读几啊遍，但是圣经的话，敢有真正真实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有真正欢喜谦卑伫遐来，安尼互上帝的话来伫遐来安尼引带无？所以咱真侪时阵，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咱少年的时咱伫遐安尼有可能咱拢。较用伫咧咱自以为是，安尼认为讲咱家己知影就好。但是迄个真正的迄个智慧是伫咧咱，当咱愿意去接受其他的人因对咱的迄个教导，以及上帝引带，咱才有法度去得到迄个真正的迄个智慧。我伫咧年轻的时阵，尤其是因为我面顶有5个。这我是唯一的幺儿，我伫咧厝的时间我帮你万一个儿子，所以就通知影讲，我的阿嬷，因为我算讲我的阿嬷是一个真重男轻女的所以头前生遐济查某囝迄会晓讲叫做无准算，一定要生着一个后生啊，所以当阮妈妈安尼生甲哭好不容易生到一个后生的时阵，迄迄逐工拢抬价请只要有来人就来，所以你就会常知影讲，我是伫咧被溺爱的迄款的环境内面长大，所以我伫咧细汉的时阵，我是一个真骄傲，行路走路是横着走的。我是属于那种螃蟹一族的，所以上帝话伫咧注意咯，遐故事会通讲我拢背甲滚瓜烂熟。注意咯，老师，咱中间有诶注意咯，老师无去万里，恁就知影讲，咱即摆咧教注意咯学生，迄注意老师咧讲啥物？囡仔有诶若是讲出世就是伫咧基督教家庭，老师头前讲一句，后壁要讲啥物？学生啊拢知影，佫会人甲你接起哩。
但是你知影，甲你真正做出来，迄个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是迄种的人，所以上帝是安怎甲我41岁才有我去读神学院？我想拢有伊的目的，伊需要将我甲修正。我原底本来是一个刺压起来的人，我会通讲，我是属于那种榴莲，是迄个刺猬，迄种。所以上帝透过我安尼伫咧对20几岁，阮的教会长老就甲我讲，你哪会去读神学院？我讲我无感动，因为我的妈妈是牧师的查某囝，伊迄当阵拢一直甲阮讲，因伫咧细汉时阵偌尔艰苦，因为我的外公，伊需要安尼，伊家己生7个囡仔，伊搁爱请用伊的兄哥所留，伊的兄哥较早死，所以伊兄哥留落来3个囡仔，总共伊爱饲10个囡仔。伫咧过去当阵，牧师的迄个社礼是非常的真少，所以牧师的家庭去到伫每一间教会，迄教会拢伫咧教会的伫咧边仔一区仔叶，若毋是饲鸡，就是爱饲猪，牧师的家庭的囡仔，所以迄个教会以早过去的教会头前的拢有一个足大的亭。所以遐个亭拢是遐牧师的囡仔爱去扫的，教会无请什物咧管理员等等遮的。所以我听过遮尔啊济过去阮妈妈因的经历，讲要叫我去读神学院，迄是叫做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我心骄傲。所以上帝话虽然讲我圣经的故事我拢知，但是伊甲我的性命无关系。只有当咱欢喜伫遐来谦卑接受主的教导，所以咱需要互上帝来甲咱修正。透过伫遐来不断伫遐来修正，咱欢喜谦卑，亲像周岁伊8岁的时阵，伊才会对安尼，伊才会点头。咱才有法度真实来接受上帝的教导。所以，咱要怎样得到智慧，是伫咧咱需要咱欢喜谦卑来接受主的教导，接受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无圣经就哪圣经呢？侪这个圣经学者一世人研究圣经，但是这个圣经内面写甲足侪，但是伊所画出来，佫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咱今仔日咱做一个平信徒，咱会通好好啊，照着不管是上帝照着因所写的遮的，也是照着圣经的话语，互咱真正咱的性命伫迄中间来欢喜，来伫遐来顺服上帝的话语，来伫遐来改变。这就是安怎？有迄句俗语讲，种迄落安尼地角乌噜噜，串关拢啥？咱甲讲牧师尔，拢无人甲讲长老甲牧师，因为这恁安尼袂使啊。敢若牧师去关地角，恁拢无要去安尼吼。伊伫咧讲的即个意思就是，如果你若是你拢敢若知，你无法度活出来，安尼你是属伫咧迄个地狱的一族的人。所以咱需要真正欢喜来谦卑来接受主的话语，互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落实成做咱的迄个规个咱生活的观念，完全来得到改变。咱无搁互即个世界来甲咱安尼甲咱引带，咱只有用着上帝话语来成做咱的生命的一部分，成做咱的引带，成做咱的帮助。搁过来，即个咱迄个经验是咱的迄个智慧成长的迄个咱果实。经验是一个人伊伫咧伊的生活中的迄个经历，甲着伊的磨练。伫
伫咧年老伊头毛白的时阵，伊往往安尼会通讲代表着人伊已经行过伊人生的各种的迄个艰难甲迄个困境的一个，会用讲是伊的见证。透过伊的经验，甲透过着伊的白头毛，要来甲人证明。当咱用着迄个信心来去面对着挑战，甲做这个考验的时阵，这个经历会通成做咱生命安尼上宝贵的迄个资产的一部分。但是咱伫咧这所讲的，搁较是要紧的是迄个上帝话要成做咱的资产，上帝的智慧要成做咱的资产。因为如果咱若只有干那倚靠咱家己个人的经验，迄个是无够个。咱需要是上帝的智慧，因为迄个部分要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所以伫咧罗马书，保罗伫咧罗马书内面，伊遐讲起着，伊安怎讲？伊讲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你即个所在，伊讲起着一个老练，什么是老练？就是你迄个有真好的迄个经验，迄个经验是经过你不断伫遐来操练的过程内面，你才有法度伫遐来老练。这个经验要帮助咱会通更较真好来去面对咱迄个未来的迄个困境。就较亲像讲，你伫咧你的人生内面，你所拄着一寡咱所拄着的一寡困境，咱无法度安尼讲跨越过去。亲像春爷哦，恁兜开餐厅哦，那上帝互你有一寡迄个菜单哦，恁会晓开出很多的这些菜单，但是吃久了以后，人家会腻嘛。所以你要再去开发嘛，对不？如果你若无对上帝来的迄个智慧，咱的菜单咱就一直都停留在那里。但是今仔日上帝，伊互咱一个智慧，互咱突破，咱会用增加足侪种无共款的菜色等等，咱会用开发出搁较侪的菜单。这就较亲像伫咧你的人生内面，要甲你突破，互你无共款的迄个境界。当你突破了，你搁怪你去看你过去的时阵，你就感觉讲，迄无是啥，迄已经不是什么了。所以，咱需要透过着迄个经验，尤其是上帝帮助，互咱伫咧咱的人生内面通老练。因为咱透过咱的操练，咱伫遐甚至咱来操练上帝话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伫咧搁过来，咱伫遐面对着所有这些困境艰难的时阵讲。这个都不算什么，因为这个经验要帮助咱，互咱会通去面对咱未来搁较大的迄个困境。搁干呐，咱互伊会提升咱，互咱会晓，不过再是用着咱家己的眼光来去看。咱要用着上帝的眼光，用上帝的角度来去看咱生命的各种无共款的情景。弟兄姊妹，咱毋通安尼小看咱家己过去的经验，这个经历是上帝要使用来去安尼塑造咱，去装备咱，为着要创啥？为着要帮助咱会通去帮助其他的人。也就是讲，咱过去咱有检测，咱有经历着侪这个失败。但是这个失败，也是讲遐个安尼讲伤痛，遐个痛苦，甚至咱伫咧咱的人生内面有侪迄种心灵的迄个挣扎，尤其是咱伫咧信仰顶面，咱到底咱对主的迄个信靠顶面，咱有侪，甚至咱一开始咱对迄个犹豫，甲怎样安怎得到信靠，咱所经历着这个，要成做别人伊的鼓励，甲着迄个祝福。要成做侪遐水的见证，但是这个智慧的咱讲果实，若无有成做别人的祝福，也是讲会通传承予下一代。安尼，咱所得到的迄个经验，也是智慧，就毋是真正的智慧。
因为迄个智慧无法度传承，无法度来传那个讲对别人的祝福。所以咱伫咧迄落各怪，咱需要知影就是咱得到智慧，也是迄个经验了，咱需要透过着传承即个智慧经验，会通互咱，因为咱伫遐欢喜来去传承，伫遐来帮赞别人，咱伫遐来得到尊严。咱这年长的这智慧也是经验，是教会真重要的资产。伊无应该只有干那留伫咱家己的迄个心内面，乃是爱伫迄中间来代代相传。所以箴言第20章内面去讲起着讲哪，伊讲勇行是少年人的荣光，阳光；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强壮是青年的荣耀，白发为老人的尊荣。伊伫这所在，毋是甲讲哦，我白头毛安尼，我就是有尊严。乃是伫咧迄个你，因为你的白头毛，因为你的经历，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伫迄个中间，你伫迄个中间来得到尊严。所以咱毋是咱伫遐家己讲，咱毋是咱讲哦。我偌年啊老，是别人看见咱的所行、咱的所做，伫遐来甲人讲，即个人真正赞，即个人真正老，安尼迄才是真正老，敢毋是？迄才是正讲得到的尊严。如果咱若是咱家己来讲哦，我偌年啊老，我偌年迄落，人讲，迄是你家己咧操蛋。所以咱。伫咧即个所在，一个真要紧的，咱的即个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伊所要讲的是迄个少年人，伊有迄个热情甲迄个气力，但是咧，咱这年长的人，因是有智慧甲着迄个经验，当因两个来伫遐来结合的时阵，迄个教会就会通安尼搁较稳固，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成长，甲着迄个安尼得到建造。所以咱要怎样来去真有效来安尼来伫遐来安尼传承，就是咱要第咧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需要建立一个合意的关系。今仔日咱会通看见侪咱的这个长辈甲着下一代有一寡咱讲迄个代沟。咱尤其是咱过去咱华人的即个文化内面，咱拢加期待讲，恁少年人恁就是爱听。事实上，少年人需要听，但是咧，如果咱若无甲这少年人建立一个真合宜的关系，即摆少年人讲，我啥要听你的？因为即摆少年人真有家己的意见，但是你要传承迄个好的、这个智慧，甲着你的经验的时阵，咱需要去甲人建立一个真好、真水的关系。安尼，迄个你才有法度将迄个真好的智慧，甲着你的迄个经验，才有法度来传承互人。所以咱做一个。咱做一个长辈，咱应该搁较较主动来甲着即个少年人来建立关系，诚做因的迄个，咱讲亲像咱导师共款，甲着因的即个属灵的陪伴，过着迄个，咱讲透过着迄个分享，咱的过去的迄个生命的故事，来帮助因去看见上帝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伫咧我家己伫咧家己厝的时阵，阮伫咧甲家己的囡仔伫遐咧安尼，甲因伫遐互动的过程内面，阮时常会去甲因分享着讲上帝怎样伫阮的生命内面，伊有啥物款的作为，互囡仔会通伫咧细汉的时阵就看见，去明白讲啥物是叫做上帝的作为，啥物是安尼
上帝伊安怎引带带领，互咱去经验到一寡侪迄个原地本地咱无法度经历的，若是讲咱无法度盘过，照着咱瓦克主上帝恩典，咱伫迄中间来赢过，来帮助因伫遐来看见，来明白什么是上帝的信息。过来，咱的少年人需要更较侪鼓励，咱需要透过着鼓励支持咱遮年轻的人，互遮年轻的遮的少年人，互因安尼正面的迄个鼓励。咱尤其伫咧咱即个世代，利用着迄个美媒伫遐来甲批评，的结果就是关系破裂了了，至到伫迄个中间，咱的迄个关系无好势。人无要听你讲话，至到伫迄个中间，你原底你就算讲你有偌尼啊侪智慧，你有偌尼啊侪经验，但是人无愿意来亲近你，无愿意伫迄个中间，就算讲因拄着困难的时阵，因嘛袂去袂去讲要来找你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咱会通透过着鼓励。支持这个少年人，就算讲因伫迄中间安尼咱讲踢着铁棒，踏着狗屎，咱无伫迄中间来伫遐讲，你看恁就是毋听只有伫迄中间讲无要紧咱安尼骹搬搬咧骹迄落踏着狗屎，骹洗洗咧佫继续进前。咱伫遐透过咱过去的经验，因为咱家己敢毋捌。踢着铁棒，踏着狗屎，慢嘛！你伫迄中间，你怎样伫遐安怎去拄着遐困境艰难的时阵，你安怎赢过？伫遐来鼓励因，安尼迄款的经验甲智慧，要正做少年人因的帮助，来帮助因会通领受上帝伫咧咱的生命内面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更新甲改变，就。咱会通帮助这个少年人，互因伫遐来接受上帝伫咧因的生命内面的逐样的计划。各怪，咱就是照着咱前几礼拜咱嘛有去分享到会带陪放，咱伫遐来传承咱的服侍。伫咧教会事工的内面，咱的少年人甲咱的这个长辈会通同齐伫迄中间来服侍。今仔日咱看见真侪教会伫咧服侍的时阵，咱拢伫遐分年龄咱拢伫遐来分年龄亲像咱今仔日咱拢才是相连的。今仔日咱后壁10月份的即个教会教育的迄个事工主日的时阵，咱的主日咯，甲着咱的成人主日咯，就会联合服侍咱透过伫咧教会事工内面，少年人甲咱遮个长辈，咱需要同齐透过同齐服侍，安尼毋但互遮个少年人会通伫遐来学习，咱实际上咱怎样去运用咱的智慧，嘛会通互咱的遮个长辈有机会来去分享因个人的经验，甲因对伫因所拄着的代志的迄款安尼的领受。所以，弟兄兄弟。咱要怎样来去得到这个荣耀的这个回关？今仔日咱的经文讲安那，伊讲迄个白发白发是这个荣耀的冠冕。伊伫迄中间伫遐来见证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作为。咱会一生应该伫咧。公义的即个道路的顶面，伫遐来行，追求上帝的智慧，对咱的经验内面，伫遐来学习，安怎愿意将这个宝贵的即款的资产来传承互下一辈，互因会通伫咱的迄个陪伴的内面，来安尼引带因陪伴因。互因会通继续行伫咧迄个上帝的迄个道路的顶面，诚做迄个上帝国度的迄个安尼为上帝国来伫遐来发光，来伫遐来发热。所以咱会通看见咱今仔日读经言，
真言甲着即个传道书是所罗门王伊所编写的，毋是拢伊写的吼，是伊收集吼，收集所有遮智慧的话来安尼收集。有当时咱要得到智慧，我感觉我也鼓励咱兄弟，就算讲咱的圣经无规个拢读一遍，上无甲诗篇、甲箴言，甚至甲传道书拢甲读一遍。箴言甲传道书是所罗门王伊所编写，但是咱会通看见，伫咧迄个历代志的时阵，所罗门王伊当伊安尼登基接续伊的老爸大卫做王的时阵，伊向上帝求一项代志，伊向上帝讲求智慧啦。伊讲伊向上帝求智慧甲聪明。上帝毋若欢喜，上帝欢喜伊所求的。上帝毋若赐伊聪明智慧，搁安那讲赐伊安那，赐伊所无求的钱财、富足甲尊严，超过伊以前的遮列王。伫个圣经内面讲超过以前的遮列王，搁安那后壁讲啊，伫你以后嘛袂有人亲像你安尼啊，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咧讲啥物话？其实就是讲，如果你若是求智慧的时阵，你就是甲所罗门同款，你也会成为那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你所求的甲伊同款啊。但是，我嘛要伫迄中间来讲，虽然所罗门伊伫遐来求智慧，但是伊只有敢若使用迄个管理百姓的智慧。虽然伊伫遐整理规个县的遮个经验，甲着遮个传道书等等遮个，但是伊却无有将迄个真正的智慧传承互伊的囝儿。这也就是我头前咧讲的，如果咱的智慧若无法度传承互咱的下一代，也是传承互别人来继续来传承，安尼迄个智慧就毋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咱会想象讲，因为伊无有将迄个真正的智慧传承互所罗门伊家己的囝儿，迄个老婆啊。直到当伊死了，伊的囝儿继承伊的王位，规个以色列国就若随时一分为二，成做南北两国，甚至落尾手，这南北两国落尾手拢安尼步上了这个灭亡、被掳的这个命运，只因为伊所求的毋是真正的智慧。啥物是真正的智慧？愿咱真正每一个人拢会通安尼得到迄个属上帝的真正的智慧，互咱会通安尼得到迄个荣耀的即个花冠。啥物是荣耀的花冠？迄个真实的智慧，就是真正是行上帝的公义啊。当咱得到迄个对上帝行伫咧迄个上帝公义的道路的顶面，咱伫遐来坚持到底的时阵，咱就有法度伫安尼讲勇敢徛伫咧上帝面前，因为咱会通勇敢对上帝讲主啊，你所讲的我拢有照安尼行。所以迄个我所家己迄个领受，就是啥物是叫做真正的智慧，就是得到上帝。你若得到上帝，你就啥物会拢有啊。你得着神，神充满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主，他的灵时刻与我们同在。你的所行所做，拢伫咧上帝的掌管的内面的时阵，你无不得着。你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凡事顺利。因为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旨意在行，那个才是真的智慧。今仔日咱伫咧这个世间有侪这的智慧，但是都是上俗世的智慧。甚至我嘛会通伫咧网络面顶看到侪这的咱所谓的叫做厚黑学的智慧，
伊甲你教你讲哦，你着怎样安怎来做人，都是功于心计啊。无毋对，检菜你伫咧即个世间，你会用得到一寡遮个，但是落尾手，你确实要失去迄个搁较大个，你要失去迄个永恒的、迄个真实的、迄个永远的迄个性命，甲上帝永远相啊伫地的性命。所以愿主的神不断来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即个伫咧相连的即个时间纪念主日。咱真正对主领受迄个真正的智慧，来得到迄个真要紧的荣耀的即个花冠。所以咱搁一届来回想头拄牧师所分享的，上帝公义的道路要怎样成做咱人生来带来荣耀。伫咱的生命迄个无共的阶段内面，咱要怎样来持守上帝的即个公义的道路的顶面？伫咧咱人生，咱伫咧面对咱活伫咧即个世间，咱要怎样来好好啊来持守伫上帝即个公义的即个道路的顶面？第二，咱年老甲着即个智慧的关系，到底是甚物货？咱只是甲年老有白头毛，还是咱有对上帝领受迄个满满的智慧，通真做人的祝福甲帮助？佮什么是属灵的即个白头毛的花冠？愿主的神不断来帮助咱、启发咱，互咱伫过来日子内面，咱会通真做尤其是咱的遮信仰的即个下一代，因的祝福因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即个相连时间纪念主日，主阮搁一届来回想阮过去的年日，主检采阮游玩安尼过去是安尼倚靠家己，行伫家己的道路的顶面。但主，愿你的神来引带，来指引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内面，阮欢喜学习主你的款式，就是弃权。来，互主理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愿阮以后要来得到主理，互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就阮所行所做，无有凡事拢要得到安尼亨通顺利，因为有主理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阮所行所做，阮会所看，阮会听，以及阮所讲的，以及阮的想。以及阮所行出来，拢是合伫主你的旨意，互阮的人生过来是充满主你的施恩赐福满满，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门。咱大家吼，若听咱牧师甲咱的教示吼，咱就会是真好的是大人。所以咱爱去听，嘛爱去做，吼。即马是来奉献，吼。还袂回应诗歌。回应诗歌，咱来念回应今仔日诗歌是圣诗575首，圣诗575首。耶稣调咱来行天路。耶稣调咱来行天路，请起来。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你的前途，世间。无论危险甲
请继续徛。请咱继续徛咧。咱来师道圣经，来念师道圣经哈。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表岛人来受苦，变是件死，埋葬落去府。第三日对圣中国话上天，32全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公共的教会，圣徒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坐。奉献哦，咱来奉献。好，咱今仔日书献是黄建惠甲吴老师吼。咱今仔日手报内面有夹一个奉献地，伊是因为是双联主日吼，咱的迄个奉献地是要为着双联的纪念主日的即双联团契来奉献。因为无特别印即个奉献地吼，是用过去的即个奉献地存落来，搭伫咧面顶有一个双联主日的即个地啊，所以咱用迄个来做奉献。请起立。来亲近你，来听你的教示，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你的慈悲疼痛，互阮人生的路障充满着幸福快乐，充满着主你丰盛的恩典，你的保守引带，互阮实在伫真平安、真欢喜、快乐的中间，虽然阮有艰难、困苦，总是你是阮随时的帮站，你引带保守，互阮会当常常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感谢。主，阮今日是上年的纪念主日，主，阮为着阮
人生的日子遐尼紧，阮着诚侪老人，总是主你，互阮充满你所想事的荣耀，你所想事的逐种的丰盛，阮实在何等的福气！阮欢欢喜喜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感谢，主，阮将担保来献上做教会路用，求主你感纳。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感谢大家奉献吼。今仔日有影起日过来，就怪怪吼，歹势啦吼。即摆呢，咱今仔有新的会友无？啥人有无？有新的无？有新的无？无哦。还有没有新的？啥人？已经很久没有来了，我还不认识。疫情的关系啦，疫情无来。欢迎，有时间就来哦。恁阁有新的无？搁咱今仔日要关心的有5个吼，有5个兄弟姊妹。也未报告。报告，先读时间到啊。京剧。金句，搁读京剧哦，咱好乱去啊。好，咱来读京剧哦。好，因为今日京剧哦，伊歹知影老人较会紧张。真简单，但是嘛是读甲哩哩啦。好，咱来先用白话字啦吼，大家读。白他们是荣耀的花冠，是前公义才会得到。今年第16章31节。搁一遍。白他们是荣耀的花冠，是行公义才会得到。今年第16章31节。来，换华语。华语，好，华语。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行在公义道上的必能得着。箴言第16章31节。再一遍。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行在公义道上的必能得着。箴言第16章31节。真好吼，咱是老人哦，但是咱爱表现，互人欢喜，互人喜意。咱嘛是，少年人嘛是爱甲阮共款，表现互阮欢喜，互阮喜意吼，安尼才有公平哦。好，袂使阮拢爱听伊的话哦，感谢。即马就是欢迎新已经讲过了报告好，咱来报告有影乱去报告好，在哪一章？有报告报告事项无啦，拄仔讲爱关心5个姊妹吼，迄还袂哦，先报告这好，没问题第一项，9月22日，长执会决议这6点请大家家己看因为这因决定，咱就是爱加减了解。搁第2项，今仔日是啥物日啦？赞。好
下礼拜哦，阮拢讲国语吼，啥哈？后礼拜是咱60周年的纪念日吼，是合堂，嘿，搁请大家哦，若要享受爱餐哦，就爱家己炸猪甲碗吼，牧师捌讲过吼，炸咱的猪碗较好啦，较袂脂肪那么挤吼，搁洗手爱无限，2.0的洗手爱无限，咱要100号但是搁欠几号啊？21号有听下无？大家拍拼哦。好，即马换第几啊？第五吼，第五要创啥？第五就是要晚会哦，暗会啦吼，暗会哦，叫咱兄弟甲送报名，洪燕莹，洪燕莹是啥人？是洪长老的查某囝吼，知就好，有节目爱家己报名吼，搁第人10甲12月新势力哦，未摕的人爱去摕哦，未摕的人爱去摕吼，搁那个肢体消息哦，第3项真重要，但是阮已经报名啊，恁无机会啊，阮有20个参加吼，阮男的妈妈是96啊90几吼，看了阁袂记咧。伊讲好天哦，伊有报名，好天伊就要请迄落啥物车，迄落啥物车，迄落车就是伊会使用轮椅迄哦。你看，这无简单哦，阮男士足用心的吼。搁爱讲呾，无啊吼，无啊。来。即摆爱搁讲啥？歹势啊！好啊，报告事项好啊。我来补充报告哈。好，嘿。咱真感谢咱的少年团体今仔日的服侍吼，这嘛是互咱有机会起来安尼训练啦吼。咱头拄一个真要紧的，头拄讲要报告进前，就爱发的代志啦吼。今仔日上要紧的是啥？今仔日吼，迄落。中央吼，咱要中央要来发这个礼券，互咱的这个长辈吼，70岁的长辈来，请咱70岁的长辈来起立好无？请咱70岁的长辈咱来起立。这项假所以我袂记咧吼。来，好来请咱这个少年的来发这个来。70岁哦。遮无遮一个，遮一个，好，小心，嘛叫咱所有这个长辈，安尼过来，有上帝满满的平安喜乐来充满伫咱所有正长辈。你事恁也无徛起来，你好摕啊？你爱徛起来啊！要不要？你满70岁有无摕到的无？无摕到赶紧举手哦！咱迄个请咱的长辈吼，会用放心啦吼。迄个照咱的迄个中执会的即个决议吼，今仔日无出席的咱的这个长辈。咱的关怀部拢会送到咱兜吼，所以咱唔免烦恼吼，干那差一个讲，迄个时间前后吼，一定会去到恁兜啦吼，你若讲真正足要紧的吼，麻烦你敲一下电话互咱的关怀部吼，讲吼，我足爱迄个会晓领着，会通赶紧安尼，我安尼吼。所以你若有安尼足期待讲，一定要赶紧摕到吼，赶紧甲咱的关怀部讲吼。迄个头拄有讲到即个
咱睇伫报告的第5项吼，咱的即个因为大省先来预告啦吼，就是讲咱的年底要有即个2024年的即个岁末年终的感恩祷告会吼，咱欢迎咱的兄弟吼，会用伫咧即个祷告会内面来做见证啦吼，来分享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伊所做的遮个恩典吼，来咱所有众兄弟来做见证。咱嘛期待咱众兄弟吼，过来咱的教会开始为着即个建堂，咱有侪的遮个包括即个设计吼，咱嘛请咱的兄弟，咱爱真正真关心吼。你若有啥物款的意见，爱赶紧提出来，吼，毋好到要决议吼，才来搁提出吼，安尼会足麻烦的，吼，咱会通咱教会这边即个建筑委员会会安尼，伫每一届咱有做啥物款的决定进前，咱拢会公告，吼，将咱的迄个公告拢会伫咧即个即个便所头前的即个有一个建堂的公布栏遮，要互咱来去看去了解，安尼咱会通，咱若阁有啥物款的想法意见，会用伫迄中间来赶紧提出来。所以咱因为要准备要甲咱的建筑师来签契约，所以伫咧9月30号拜一沿暗迄个8点7点半，沿暗7点半，咱要召开即个小会吼，无歹势讲毋对，是8点才对，吼，迄个9月30拜一明仔载吼，沿暗8点要召开小会，伫咧召开小会时阵，嘛要邀请到建筑委员会其他的委员，吼。来列席，吼，伫咧小会内面请因来列席，所以请建筑委员吼注意吼，爱来同齐来参加小会列席。咱要伫迄中间来针对会友有提出的一寡疑问，咱伫迄中间来做事宜，吼。若无问题，咱就会通伫迄中间来接纳；若是无，咱就会通去做修改，吼。所以请咱的小会员，甲咱的遮个。建筑委员会的委员，请咱注意。其他的部分头拄已经拢报告了，请咱记以上。咱大家来祝福祈祷，听阮的上帝，愿阮每一工所做所行是上帝所欢喜的，是合上帝的旨意，互阮有好的行为。好的表现，有基督的精神，恳求上帝，互世界像还阁有战争，还阁有内乱的国家，较紧结束战争，互因的百姓会过和平、自由、安定，有较可贵的生活。感谢主。咱台湾已经有70几年无战争，这是咱台湾人的福气，感谢主。现在社会中还阁有真侪做无正确的代志、做毋对代志的人，即种做毋对代志的人，嘛是一定有真侪原因，但是因若认捌上帝。认捌主耶稣，也是生活较稳定，因无歹习惯，无贪心，无贪财，安尼社会应该会更较少的无好的人吧。咱教会有真侪事工要进行，恳求上帝看顾、帮咱、引带。互负责的牧师、长职、同工、兄弟，搁较有合一的精神，有同齐拍拼，互事工进行较顺利。咱教会有兄弟、张氏姊妹林美意。
吴静梅、黄明松、黄淑慧，因拢需要上帝看顾、安慰，互因的心心灵身心灵会较健康，互因会较喜乐，互因会平静安稳，过每一天。愿安尼祈祷，拢全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妹。好，咱爱来吟上言，上言是392首，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好，请起立。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仔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咱用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上帝听，点滴来。